歡迎收睇股市直播室。聯儲局會議記錄重現減息嘅憧憬，美股由晶片股領軍，帶動標指同埋納指一齊以全日高位收市，齊創歷史嘅收市新高。納指第一次喺23,000點樓上收市，不過道指就要倒跌收市，主要係受到金融同埋消費股拖累。而至於英偉達投資馬斯克嘅 XAI， 股價升2.2%，AMD 嘅股價更加係飆升1%。今個星期已經累計升咗4%，帶動費城半導體指數亦都係創歷史新高㗎。其他嘅個股就上調業績嘅戴爾，獲得多間大行上調目標價，股價再升9%。上日一度閃跌嘅甲骨文股價亦都回升1.5%㗎。咁我哋呢一節嘅嘉賓有 Wyman 喺度㗎 ，Wyman 早晨啊！早晨啊，謝天啊！我哋可以先傾下就係美國嗰個政府停擺方面啦，見到就參議院方面就再否決咗兩黨嗰個撥款案啦，令到個停擺就繼續持續，但似乎而家市場對於呢件事又好似唔係好憂慮，暫時嚟講係咪都唔需要太擔心住咧？我諗你睇翻股市嘅反應咧，確實就對美國政府停擺咧就冇太大嘅一個擔心嘅。咁當然我諗個市場都會覺得個停擺方面會持續啦。咁但係暫時嚟講對個經濟就冇一啲好結構性嘅一啲傷害啦。咁對股市嚟講更加就冇任何嘅影響啦。咪上個禮拜成個禮拜都升嘅。今個禮拜3個交易日啦，升咗2日啦。咁而科技類方面啦，繼續係受到一個人工智能嘅憧憬所帶動啦。亦都受到減息嗰個憧憬所帶動啦，所以繼續係支撐住美股嘅。咁所以我諗停擺方面啦，我諗市場我諗最少可能喺1-2個禮拜之內都未必會好擔心嘅。除非你話停擺可能去到4-5個禮拜過外啦，咁我諗先至開始啦，嗰個市場會有少少一啲憂慮喺度啦。咁當然另外一個市場之前比較憂慮嘅就係特朗普會唔會借住呢個停擺去大幅解僱呢個政府嘅僱員啦。咁但係暫時嚟講都未出現嘅時候，咁當然市場亦都冇呢個相關嘅憂慮住嘅。咁我諗停擺方面確實對個股市啊，或者對個市場氣氛嘅影響，暫時嚟講都仲係比較細啦。咁我諗個市場都繼續觀望住嗰個變化啦。咁我諗市場都會俾多1-2個禮拜時間等嘅。暫時都唔會有好大憂慮存在咯。雖然就停擺方面頭先都講到就係個影響似乎未係好大啦，但其實你見到上個禮拜5本身要出嗰份非農其實最終就都係冇出到啦。見到根據一啲嘅機構調查啦，就估計即係海雷集團就估計其實美國9月嗰非農職位就只係增加17,000個，咁創美國經濟自2020年衰退復甦以嚟最疲弱嘅表現。咁其實就比起市場預期彭博嗰個統計其實都係差嘅。即係如果呢個消息係真嘅啦，一嚟就對於嗰個就業市場個影響，其實係咪都反映住仍然係好疲弱嘅狀況啦？而第二就係始終冇咗嗰啲即係政府嘅數據底下，唔同機構嘅一啲數據啦，其實會唔會都令到市場接收信息嘅時候，其實都幾混亂咧？其實我諗對市場嚟講一定嘅影響啦，咪冇新嘅經濟數據公布嘅時候，自然你就冇辦法好清楚去了解啦。而家美國經濟最新嘅情況係點啦？咁但係我諗個市場就唔係好介懷嘅，因為我諗大體嘅格局啦，其實市場就覺得個經濟方面係走緊下坡㗎啦。咁例如話就係市場方面啦，繼續嘅數據比較疲弱啦。咁但係我諗市場去到呢一刻啦，仍然有一個足夠嘅信心，就覺得美國經濟方面啦未差到去到一個衰退嘅邊緣嘅。咁所以有轉弱嘅情況都好啦，其實市場對個經濟前景暫時嚟講就唔係話真係好憂慮、好擔心咯。咁至於對個減息嘅預期啦、冇經濟數據啦，反而我覺得個市場覺得係高興嘅，因為我諗始終市場就會覺得就係逐個弱呢個已經係一個叫做係已經出現咗個情況。咁所以聯儲好明顯就會睇住個就業市場啦，做一個減息。咁而當中咧會擾亂到聯儲嗰減息，其中一個可能性就係個通脹飆升啦。咁但係而家基本上啲經濟數據停咗之後咧，冇新嘅一啲通脹數據再公布嘅時候咧，咁自然個通脹有大幅飆升嘅可能性就唔存在啦。咁至少令到聯儲局方面咧10月份減息嘅機會咧，繼續係一個好高嘅一個水平啦。咁而家利率期貨啦，基本上反映咗100%啦，聯儲局喺10月份咧會減息4分一厘㗎啦。咁至於12月份啦，亦都講緊超過70%啦，會再減多4分一厘嘅。咁所以我諗市場繼續係依靠住呢個憧憬啦。咁我諗反而你會見得到股市咧，見到冇經濟數據咧，反而係利好嘅。
嘅，因為始終喺個數據公佈嘅時候咧，我諗市場最擔心就係通脹飆升啦。咁所以好似頭先所講，而家冇咗一啲更新嘅通脹數據嘅時候咧，反而市場會覺得更加安心。除咗話傾嗰啲經濟數據之外啦，都可以睇下就係啲美股啦。見到咧黃仁勳方面咧，英偉達黃仁勳方面咧就確定到咧，其實英偉達咧係有投資到 XAI。咁啊大概啦，而家市場傳緊啦，就係話咧 XAI 咧就大概希望咧去到融資200億美元。咁啊而其中咧英偉達咧就將會投資係20億美元嘅。而且咧佢哋嗰個方法咧，亦都唔係即係就咁抌錢落去啦。講緊咧其實亦都係用一啲嘅晶片採購啦，直接掛鈎嘅一個創新結構嘅方式。你點樣睇今次嗰個融資嘅事件咧？其實我諗第一睇翻即係 XAI 方面啦，當然我諗即係個市場好火熱嘅時候啦，其實見得到仍然有好多資金啦，好踴躍啦，投資喺啲 AI 相關嘅公司上邊啦。咁之前就 OpenAI 啦，而家就 XAI 啦。咁其實我諗仲有好多相關嘅啲人工智能公司啦，仍然都繼續係吸引到好多資金啦係投資嘅。咁所以喺個投資市場入邊，好明顯就反映就係市場對人工智能方面嗰個即係熱衷程度仍然係好高啦。咁其次如果你話睇英偉達嘅，咁當然佢亦都有投資 XAI。都有投資 OpenAI 啦，咁而事實上投資 OpenAI 個金額就大好多，講緊去到1000億美金啦。咁而我諗背後嘅原因就係話佢要即係投資喺呢啲佢嘅客仔上邊，其實嗰個目的咧都係希望啲客仔繼續有錢去投資喺 AI 上邊，從而繼續買佢嘅晶片啦。咁所以對於即係英偉達嚟講咧，其實就唔係壞事嚟嘅，甚至係一件好事嚟添。咁當然啦，即係個股價又受幾多刺激就另計啦。咪始終如果你係要用自己嘅錢去支持佢嘅買家。而啲買家係繼續有錢係繼續買佢嘅晶片嘅話，咁其實都有一個即係內循環嘅一個情況嘅。咁我諗暫時 XAI 就投資金額比較少啦，市場就相對呢個擔心會少啲啦。咁但係 OpenAI 方面，我始終覺得有一定嘅憂慮嘅，咁啊始終 OpenAI 而家都仲係燒錢嘅階段啦，咁冇好明顯嘅收入，亦都有個大量嘅虧損。咁究竟將來佢係咪持續可以繼續大量投資喺 AI 上邊，其實都要睇有冇新嘅投資者繼續注資咯。咁所以呢個都會影響到即係英偉達嘅生意。咁啊，始終 OpenAI 都係英偉達一個大客仔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都反映住就係話成個即係人工智能入邊，尤其是講緊即係半導體相關啦。其實而家好火熱嘅原因就係好多科技公司都大量揼錢去投資喺人工智能上邊，所以買咗好多晶片，買咗好多半導體。咁但係呢個趨勢係咪持續嚟講緊即係可能去到2026甚至2027年，其實都要睇呢啲科技類公司最終係咪變現得到，可以有個收入同盈利嘅一個即係出現，從而令到佢哋可以持續地投資喺個人工智能身上咯。咁暫時嚟講，好老實咁講喺個應用上邊咧，就未見到嘅。即使你見到 OpenAI 又好，或者講緊微軟Meta 甚至 Alphabet 都好啦，其實都仲係一個即係只係投入未見到一個收成嘅一個情況嘅。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喺個人工智能半導體入邊，我諗未來2-3年咧一個好主要嘅一個因素咯。當然而家市場又覺得冇所謂嘅，呢啲科技公司即使未能夠創造到任何收入盈利都好啦，佢哋都會繼續投資嘅。咁但係2-3年後係咪都仲係咁嘅情況咧？呢個就要睇佢哋係咪真係變現得到咯。除咗話見到咧近期嗰啲美國嘅科技公司之間啦，其實個合作多咗之外咧，其實黃仁勳喺接受外媒嗰啲訪問度都有提到嘅，就係話覺得咧喺過去幾個月咧，中美之間就保持咗一個微妙嘅平衡啦。咁佢亦都有讚到即係啲科技企業嗰啲嘅模型啦。其實而家即係所以你見到咧喺9月尾啦，阿里同埋英偉達咧都有展開到嗰啲嘅 AI 合作。咁喺邊廂其實唔單止講緊美國同美國之間嘅公司會有個合作啦，其實可能就住嚟緊啦，美國同埋中國方面咧兩個元首去到會面嘅時候，可能有機會啦，都能夠令到一啲嘅譬如中國嘅企業啦，同美國嘅企業咧，都會有更加多嘅合作咧。我諗呢方面就比較難嘅，因為雖然你話頭先提到啦，阿里巴巴同即係英偉達方面有一定嘅合作啦，咁但係你見得到啦，其實英偉達嘅晶片啦，售賣俾中國嘅科技公司啦，其實呢一刻咧相對都仲係比較困難嘅。除咗受到美國政府嘅限制之外啦，亦都見到中國政府而家嘅取態啦，就希望盡量啲中國科技公司咧都買少啲美國一啲晶片，從而用翻多啲一啲本土嘅晶片。咁但係我覺得對於本土嗰個晶片嚟講，當然仲有一啲技術嘅落差啦。
啦。咁所以其實喺嗰個效能上邊，其實繼續進口美國嘅晶片係會比較好啲嘅。咁但係出於國策嘅關係啦，咁所以中國政府都鼓勵啲中國科技公司咧都用翻多啲中國嘅啲晶片，即使講緊效能相對比較低都好啦。咁如果係嘅話，咁呢個都會限制住英偉達嗰個喺中國嘅生意嗰個規模嘅，因為始終即係中國政府出咗聲，基本上啲中國科技公司都唔敢完全唔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呢個都要睇翻嗰個即係事態嘅發展啦，包括就係美國政府去取代啦，亦都而家即係更加要睇翻中國政府去取代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對於英偉達嚟講，其實中國嘅生意暫時嚟講都仲係唔明朗嘅。咁但係最近我諗個市場就唔係太過考慮呢樣嘢啦，或者唔係太過即係側重喺呢個考慮嘅因素啦。因為始終即係最近見得到好多嘅叫做係人工智能相關嘅公司啦，都話收到好多大嘅訂單，亦都話要大量投資 AI， 咁所以變相市場都有個好樂觀嘅憧憬，覺得英偉達嗰個即係晶片個需求咧會進一步好火熱嘅。至少我諗喺今年甚至下年咧，市場都會覺得啦，繼續有一個好火熱嘅一個即係需求喺度咯。始終喺嗰個 AI 需求咁大底下咧，你其實見到納指同埋標指啦，亦都再創咗個歷史新高。本身講緊咧，在上一日就受住甲骨文，即係大家擔心住佢嗰啲毛利會有個影響喺度咧。其實你見到個股市咧都跌咗落嚟，但調翻轉啦，即係似乎隔晚嘅表現就係咪已經反映住大家已經消化完個消息，以至到其實似乎美股方面啦，好似都仲未見頂咧。我諗相關 AI 嗰個樂觀情緒確實係繼續支持住嗰個美股嘅上升嘅。咁因為琴日你見得到啦，其實納指方面都係最標青啦，升咗1%過外啦。咁我諗即係科技類公司繼續都係炒住嗰個憧憬啦，即係覺得大量嘅一啲即係 AI 嘅一啲即係投資嘅時候咧，相關嘅晶片相關嘅半導體嘅需求繼續會有個好火熱啦。咁當然即係你而家量化唔到㗎啦，究竟即係嗰個火熱程度會維持到幾耐？因為即係暫時嚟講，你見到啲美國科技巨企，例如話微軟啦，講緊呢個 Alphabet Meta 甚至亞馬遜都繼續係即係講緊係數以百億計一年啦，係投資喺 AI 上邊嘅。咁尤其是你見到 Meta 方面啦，講到明啦，即使唔賺錢都好啦，呢一刻基本上都會繼續投入嘅，因為佢哋擔心嘅就係話，如果一個科技上邊落後於競爭對手嘅時候咧，基本上會影響到未來嘅發展，甚至影響到成間公司嘅生存狀態嘅。咁所以好，如果呢個係代表咗而家科技巨企嘅想法嘅話咧，咁即係呢個就代表咗，即使可能佢哋變現唔到都好啦，短期之內佢哋都繼續大量等先落去 AI 發展嘅。咁所以相關啲半導體相關啲晶片市場覺得樂觀咧，呢個一啲都唔出奇。咁但係最大個問題，我諗就要睇翻個別嘅公司啦。英偉達方面，我覺得就最實在嘅啦。咁係收入盈利方面確實有一個真係明顯嘅一個上升啦。咁但係頭先你提到甲骨文嘅，咁我諗就相對會比較即係擔心啲啦。咪始終雖然話佢叫做係預測未來幾年佢喺雲端業務方面可能會有個10倍嘅一個收入盈利增長，咁但係大家都而家越嚟越清楚啦，相關嘅雲端業務嘅增長其實都係嚟自於啲數據中心嘅出租嘅啫。咁究竟個毛利有幾高咧？其實呢個係一個問號啦。其次就係短期佢需要大量嘅資金投入去發展呢啲數據中心嘅，咁所以未來1-2年個盈利方面唔升，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啦。因為始終你有個好大嘅資本嘅支出嘅一個負擔喺度咯。另外咧，除咗傾美股之外咧，都可以睇埋就係嗰個金價表現。事關咧，見到近期都係不斷地創新高㗎啦。咁講緊現貨金咧，其實都逼近$4060一盎司嗰啲嘅水平啦。你睇其實即係受住唔同嘅因素推動之下啦，你見到個金價其實個走勢都好勁嚇。但調翻轉又需唔需要大家開始要擔心住就係一啲嘅回調風險，甚至乎短期如果真係要調整嘅時候，可能個幅度都會比較大咧。其實我諗金價方面好明顯就已經有啲即係短期超賣嘅情況㗎啦，咁你睇翻個 RSI 啦，其實琴晚最誇張嘅時候去到87啦，咁而家有翻少少嘅調整啦個金價，咁所以 RSI 落翻82咗呢樣水平啦，咁但係80樓上其實都仍然反映短期嗰個超賣嘅情況都係嚴重嘅，咁我諗呢個都即係好唔出奇㗎啦，因為講緊金價個零月嘅時間啦，都升到2成嘅，咁其實嗰個升幅都幾誇張啦，咁所以我諗即係短期出現翻啲回吐一啲都唔出奇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家庭觀眾要小心啦。即使你對個金價好樂觀都好，亦都覺得中長期會繼續上升都好啦。短期方面我諗始終回到風險越嚟越大啦，因為始終即係嗰個升幅太過急，令到個超賣嘅情況好明顯啦。咁當然另外一個要留意就係話呢個零月啦，其實支持金價嘅上升啦，市場嘅解讀就係講緊就係話市場擔心美國政府停擺啦，亦都擔心美國政府債務啦，或者擔心全球政府債務啦，令到市場唔信任一啲傳統嘅貨幣啦，或者
者個避險需求嘅增加啦。咁但係避險需求老實咁講，你睇個股市就冇任何避險嘅一個情況出現㗎啦。咁至於你話對政府債務嘅唔安心呢個，我諗就由即係幾年前到而家一路都存在嘅。咁所以你話金價升純粹係因為擔心嘅政府債務嘅話咧，其實就解釋唔到點解呢個零月升得咁急咯。咁所以我諗始終即係要小心就話同一時間啦，呢段時間其實美金就冇乜點跌嘅，甚至有少少回升嘅。咁其實對於金價嚟講，係咪足以支撐有2成嘅升幅咧？始終我有個問號喺度咯。咁所以確實如果你問短期嘅，我始終擔心個回吐風險咧係不斷咁增加緊嘅。咁我哋呢一節啦，唔該晒偉文，咁暫時先休息一陣。財資大道，郭艷明、林潔瑩。好啦，繼續翻嚟咧，財資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同大家睇一睇咧，就係外圍市場嘅情況啦。咁啊，特別咧睇下今朝早美股收市嘅情況係點啊？請埋咧高富金融集團投資總監梁偉文同我哋分析下。早晨，梁偉文。早晨，早晨，係啦。咁啊，梁偉文啊，睇翻呢，即係美股咧，華爾街股市呢3大主要指數咧就個別發展啦。咁啊，而家呢，即係聯邦政府方面呢，仲係停擺緊啦。咁你自己點睇嗰個市況方面嘅影響呢？其實我諗對於股市嚟講咧，暫時即係美國政府停擺咧，就見唔到有任何嘅影響啦。咪美股方面咧，其實一路都繼續係上升啦。上個禮拜就連升咗5日啦，咁今個禮拜就即係3個交易日就升咗2日啦。咁所以其實見到即係美股嗰個氣氛又冇受到美國政府停擺所影響嘅。咁當然背後都見到科技類方面都繼續係領跑住個股市啦。見到琴日方面恒指方面有超過1%嘅升幅啦，呢個都係帶動住成個美股繼續上升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啦。咁而個科技股背後當然亦都係繼續係憧憬住嗰個人工智能嘅發展，繼續係帶動啲科技公司個收入盈利嘅上升啦。咁不過即係始終即係個情況都冇改變嘅。暫時嚟講，即係見到收入盈利有個明顯上升嘅，都係圍繞住啲半導體啊、一啲晶片嘅一啲製造商啦。咁至於一啲即係人工智能嘅應用嘅公司，暫時嚟講收入盈利方面都未見到真係好明顯受惠於個人工智能嘅發展嘅。咁所以當然個市場個憧憬都仍然好理想。覺得未來收入盈利真係會有個明顯上升嘅時候，當然啲科技類嘅股價都繼續向上啦。咁但係都要小心啦，究竟呢啲即係憧憬最終係咪能夠實現呢個？我諗都係往後個科技類係咪能夠繼續升嘅好主要嘅因素啦。咁當然暫時個市場氣氛都仲係好好嘅時候，暫時個科技股個氣勢都仲係即係好旺盛嘅。咁但係都要小心會唔會好似即係3月或者4月初突然間個市場氣氛會逆轉，即係啲科技類會唔會有啲即係要喺高位回吐咧？呢個我諗始終呢個隱憂都唔能夠排除咯。暫時嘅市場焦點咧都放咗喺科技類嘅股份上面啦。短期係咪仍然都有個上網空間喺度咧？頭先都講話都升咗唔少噶咯喎。其實擔唔擔心有個回吐咧？其實我諗始終個回吐都有一定嘅一啲擔心嘅，因為始終即係好多科技公司嘅股價都升得好誇張啦。咁而事實上有部分確實都未有足夠嘅收入盈利支持嘅。咁所以我諗即係都仲係靠個市場好樂觀嘅情緒所支撐住啦。咁呢個樂觀嘅情緒可以持續幾耐，真係唔知嘅。咁同埋即係嗰個樂觀嘅情緒會唔會進一步發酵，亦都唔知啦。咁當然而家好明顯，即係暫時睇到嗰個即係情況就即係樂觀嘅情緒係繼續啦。咁但係始終即係你冇實質嘅收入盈利去足夠去支持嘅時候，始終股價中間出現翻啲回調，我覺得呢個一啲都唔出奇啦。咁我諗都要小心啦，因為始終即係今年納指方面咧，其實都升咗接近係2成噶啦。咁當然即係對比翻2023、2024年好似唔係好誇張咁樣，咁但係始終一年有2成嘅升幅，其實一啲都唔少嘅。咁同埋睇翻一啲即係冇盈利嘅科技類公司啦，其實最近嘅股價升幅都幾誇張啦。咁尤其是如果你話由即係4月中開始到而家計嘅，其實好多都升咗5成啊，甚至5成過外噶啦。咁所以我諗呢個都係需要即係留意或者即係小心嘅地方啦。雖然短期個市場都係受到氣氛主導嘅，咁但係始終你個基本面唔足夠去支持嘅時候咧，始終呢個都係有一定嘅隱憂會存在咯。咁所以唔一定話即係即時會有調整嘅，咁但係我諗始終呢個風險始終都需要係關注咯。咁呢個組合係咪要調整下咧？如果個市場唔調整，咁投資組合而家好多人咧就話我係咪要納入呢個貴金屬啊、金啊咁樣？因為債啊、股啊，大家都覺得已經開到，大家都估唔到個天花板喺邊啦。咁但係反而金啊、銀啊、貴金屬咧，又好似譬如 Bitcoin 啊、Even 都仲好似好有力水咁樣。咁成個組合係要點樣調整咧？
其實我諗貴金屬方面咧，其實個情況有啲近似個股市嘅，咁甚至我諗即係樂觀嘅情緒咧，最近咧比個股市係更加誇張，因為如果你睇翻即係黃金嘅價格啦，其實喺8月尾開始到而家啦，其實講緊係超過2成嘅升幅嘅。咁而白銀方面咧，亦都由8月尾開始到而家咧，升咗接近係3成嘅。咁而事實上嗰個即係上升嗰個速度咧，亦都係好急速啦。所以你見到好多技術性指標咧，最近都反映啦，無論係黃金啦或者白銀啦，其實短期都有啲超賣嘅情況出現。咁嚟黃金個 RSI 咧，其實而家咧已經去到80樓上噶啦。咁琴晚更加去到講85樓上嘅。咁呢個都反映咗短期一個即係超賣嘅情況比較嚴重啦。咁當然嗰個氣氛好明顯就貴金屬好誇張地高噶啦。咁但係琴晚開始或者今早嘅凌晨咧，其實都有翻少少嘅調整嘅。咁當然係咪因為即係有啲超賣嘅情況而調整，我哋唔知啦。咁但係我諗都要小心啦。因為貴金屬方面其實短期嘅升幅真係我覺得係好誇張嘅，咪講2成甚至去到3成啦。咁而今年咧累計嘅升幅啦，金價已經去到5成噶啦，白銀要去到6成樓上嘅。咁呢個我諗都係一個即係好大嘅一個升幅，因為你睇翻歷史上邊啦，其實一年講緊50%嘅升幅咧，其實都好少會出現嘅。咁當然啦，唔係話即係好少出現就唔代表完全可以唔發生啦。咁但係我諗都要理解翻背後貴金屬上升嘅原因，當然背後好主要都係因為美金跌啦，亦都係可能擔心係全球唔同國家嘅一個政府債務越嚟越嚴重啦，所以對貨幣方面失去咗信心啦。咁亦都有個去美元化嘅一個關係啦。咁但係點都好啦，當個升幅去到咁誇張嘅時候，都要小心嗰個短期個回吐嘅風險始終係有啦。咁我覺得當你個技術性指標越嚟越反映有超賣嘅時候咧，呢個要更加留意呢個即係回調嘅風險。其實我都有啲奇怪咧，就係呢個黃金嘅價格咧，以央視計、安士計咧，就100咁樣攬上去嘅，即係幾日攬100蚊，幾日攬100蚊。咁其實係我又唔係圖表派啦，喺你哋嚟講咧，即係個技術嗰個觀點角度咧，佢仲有得去睇咩？因為嗱，正如你話，今年都升咗5成啦，都好史無前例一個咁飆升咁短期嘅升幅。咁你如果喺技術上你睇到啲乜嘢咧？其實我諗金價又好啦，白銀價都好啦，基本上我就比較難去將個基本面去分析啦。咁始終如果你話黃金嘅冇一個好實質嘅用途啦，大部分都係飾金或者投資用途啦。咁所以我諗即係你好難去量化究竟個黃金個合理價值應該係幾多錢啦。因為基本上佢唔會增值啦，亦都冇任何嘅一啲好明顯嘅工業用途啦。咁所以變相你冇辦法話佢而家真係好貴或者好平。咁其實我諗呢個有近似比特幣嘅，基本上你冇一個好合理嘅一個即係模式啦，去衡量嘅一個合理價值係幾多啦。咁所以好多時都係靠個市場氣氛啦。當個市場氣氛旺盛嘅時候，到咗資金流入，就會令到一時間可以即係衝高一個好高嘅一個水平啦。咁但係我諗即係要留意啦，因為始終而家全球啦好多嘅一啲投資者啦都用一個叫做係動態嘅一個策略嘅，即係如果佢升緊就不斷追升直到佢爆為止嘅。咁所以其實都要小心，近排其實嗰個情況有好多熱錢流入咧，都有機會因為同類型一啲即係叫做係動力嘅一啲策略嘅一啲資金流入去推動嘅。咁所以當呢啲即係錢開始唔再流入，甚至開始會逆轉嘅時候咧，呢個都有機會短線咧見到啲貴金屬方面咧可能會有啲回吐嘅情況。咁同埋今次咧相信可能回吐嘅幅度都會唔少，因為始終即係過去嗰個零兩個月其實累積嘅升幅都比較多。咁所以你話3至5%甚至5%樓上嘅回吐，我都係啲都唔出奇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好難估個頂噶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講基本面，最近我始終覺得除咗你話一路講去美元化，講緊即係擔心美國政府擔心美國甚至全球政府嘅債務個危機嗰個情況之外咧，其實你見到最近美元嘅走勢就真係唔係好配合嘅，因為最近美金就唔係點跌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對於金價嚟講，其實就唔算話因為美金跌，所以令到黃金即係最近會突然間會升多咗咯。你講緊美匯咧，睇翻美匯嘅情況啦，就係睇到咧，即係 yen 呢，其實咧係如果對港紙嚟講咧，都即係去到5蚊邊啊，咁啊美元對日元呢，就152.6左右呢啲位啦。咁其實你自己睇翻呢，美金咧就近排呢個勢咧又上翻嚟一啲啦，咁加上新西蘭央行琴日咧就突然間咧都減咗息嘅，你自己點睇個美匯嘅情況咧？
其實我諗美匯方面最主要都係因為即係年頭到而家咧，其實佢即係跌幅啦都係接近1成啦。咁所以之前都講咗啦，其實美金呢個位置咧，我諗短期會開始有翻啲整固嘅，甚至可能會有翻少少嘅反彈啦。咁始終因為喺個息差上邊咧，其實美金今年嚟講咧就唔算話真係好差嘅，因為始終聯儲局只係減咗一次息啦，減咗0.25厘啦。咁但係全球好多央行咧，其實今年咧都係持續減息，甚至有個大幅減息嘅情況嘅。咁嚟歐洲央行啊、英國銀行啊，其實都減息咗好幾次噶啦。咁再諗喺個息差上邊就唔係今年咧美金下跌一個好主要因素啦，反而我諗係去美元化一個最主要因素啦。市場無論因為唔中意特朗普嘅政策又好，或者擔心美國政府嘅債務都好啦，其實都即係好明顯有個即係減少美金嗰個持有量嘅。咁當然啦，即係而家都仲係主要持有美金嘅，咁但係嗰個持有嘅比例好明顯係有一個減少嘅一個情況，咁所以令到美金有一個即係下跌嘅壓力喺度啦。咁但係我諗即係暫時，我諗即係下跌嗰個不利嗰個情況已經反映得七七八八㗎啦。咁所以短期都係繼續維持預期係一個橫行嘅一個階段啦。咁暫時應該係96至100之間上上落落為主啦。咁當然最近就回升咗少少嘅，咁但而家挨近大概99咗呢啲位置啦。咁但係你話要再上嚟話上翻100樓上，甚至102、104，我諗暫時就未必話真係有好大嘅一個支持嘅。咁所以好似頭先所講，應該96至100，暫時上上落落先啦。一個橫行嘅區間啦。咁其實呢個情況我諗由大6月左右已經開始嘅啦。咁你見到已經持續咗好幾個月嘅時間嘅。咁另外一方面呢，就係 IMF 咧就預料咧聯儲局咧或者將會再減息啦。但係佢哋都密切關注住咧美國嗰個通脹嘅前景嘅情況。你睇而家美國個通脹情況係點呢？其實我諗因為美國政府停擺啦，所以你見到即係大部分啲經濟數據都冇再公布啦。咁好老實咁講啦，即係今個月嗰個 CPI 同埋 PPI 係咪公布得到咧？我諗都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啦。因為下個禮拜就即係原本就預定下個禮拜會公布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美國政府係繼續停擺嘅，其實我諗即係公布唔到嘅機會係大㗎啦。咁甚至你話即使係今個禮拜能夠解決得到，政府能夠即係重開都好啦。其實嗰啲統計局都需要時間去準備翻啲數據嘅，咁所以我諗都會有一個延遲嘅情況。咁所以我諗即係都要即係市場都打完輸數㗎啦，今個月都未必會睇到最新嗰個即係通脹嘅數字㗎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對於市場嚟講就只能夠估下啦。咁當然暫時嚟講，市場對個通脹嘅前景就知道一定係有機會有個回升㗎啦，因為始終關稅嘅影響啦，令到物價方面咧始終有個上升嘅壓力。咁但係暫時市場都樂觀嘅，覺得嗰個回升嘅幅度相對都仲係比較少嘅。咁所以點解市場都會覺得暫時10月份嗰個聯儲局議息會議啦，其實減4分1厘個機會都仲係好高嘅。咁暫時嘅利率期貨啦，覺得有超過90%嘅機會咧，會覺得係減4分1厘嘅。咁我諗呢個都係同個政府停擺，令到通脹數據冇跟進有一個關係啦。咪始終我諗市場對減息嘅預期覺得最大嘅影響，覺得突然間減個可能性唯一一個就係個通脹飆升啦。咁但係如果冇數據更新嘅時候，咁自然個市場就覺得呢個風險就會減少咯。咁但係有利於10月份嗰個減息嘅。咁而家日本呢，咁啊換首相啦，即係佢已經選咗啦。咁喺呢個自民黨，但係而家又好似有啲棘框咁啊。本來呢就10月15號呢就話禮手就會即係做到選咗做首相啦。咁而家呢又要褪，咁啊褪到19或者20啦。咁日本呢方面呢，就可能因為佢哋嗰啲反對黨或者在野黨啊，或者嗰啲細黨公明黨呢，又對高市早苗啊，佢未來嗰個施政啊，未來個取態啊，或者佢個能力啊，而且你知公民黨一向以前呢都有啲醜聞啊、前身啊咁樣啦。咁而家呢一個咁嘅少少嘅，又唔係話叫好大件事，但係褪一褪咁。咁日本股市本來呢，即係對於高市早苗當選呢，都叫有啲正面嘅反應嘅。咁而家就算佢到最後都做得成呢個日本首相都好啦，會唔會對未來嘅日本呢，你又有個睇法呢？其實我諗最近日本股市嗰個急升，我覺得有啲過多，因為即係當然市場有個即係憧憬啦，就覺得即係高市基本上做一個即係新首相之後啦，會大推呢個刺激嘅政策啦，無論財政或者貨幣啦。
咁但係先講貨幣咧，你話真係要影響日本央行唔加息，甚至要行倒車減息咧，其實我諗而家應該就唔太容易噶啦。即使你話能夠推遲日本央行加息都好啦，其實只係即係推遲咗加息咧，就我諗轉成減息呢個機會就唔太大啦。呢個係第一啦。第二喺個財政方面咧，其實我諗你頭先都講咗啦，即係新政府嘅組成，始終喺自民黨入邊咧，喺兩會咧其實都攞唔到過半數嘅，咁所以佢都依靠其他啲小嘅一啲即係政黨啦，去即係聯合執政啦。咁所以喺個政策上邊要推行咧，其實我諗係會好困難嘅，因為始終我哋喺國會度攞唔到過半數嘅時候咧，始終好多政策你都要靠其他政黨嘅配合啦。咁所以係咪真係可以即係即時大推一啲刺激經濟嘅財政政策？我始終覺得呢個即係有一定嘅疑問喺度啦。咁所以個市場派先咗好多樂觀嘅一啲憧憬，覺得喺個財政上邊會大開水喉，令到個經濟會受到刺激。呢樣嘢最終係咪成真咧？我始終覺得有一定嘅一啲變數喺度啦。咁當然另外就個 yen 方面咧，走弱當然有利於日本股市啦。咁但係 yen 始終即係已經回落翻去152、153呢啲位置㗎啦。你話係咪可以再回落翻多啲嚟155甚至160咧？我始終覺得又未必啦，因為始終美金轉弱咗之後咧，日本 yen 要大幅轉弱咧，其實有一定嘅難度嘅。咁所以呢樣嘢都未必係可以成為未來可以大幅支持日本股市上升嘅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咯。咁所以我諗始終我覺得呢啲位置有啲升過龍嘅啲情況咯。咁呢方面呢，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外匯市場情況啊。今日咧同呢就係梁偉文呢先傾到呢度先啦，唔該晒你嘅。財資大道，郭艷明、林潔瑩。好，繼續翻嚟呢財資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呢，同大家睇睇美股下。美股話依家股市呢就跌咗落嚟，市場又冇乜利好消息啦。政府暫停呢發布呢個經濟數據，投資者呢喺企業陸續發表季度業績前呢都進行一啲策略調整。究竟嚟緊調整應該係點呢？請埋呢位嘉賓啊，就係高富金融集團投資總監梁偉文同我哋分析下美股嘅走勢。早晨，梁偉文。早晨，早晨。咁我睇到呢，即係華爾街股市呢，今朝收呢都係跌咗落嚟啦。市場就話冇乜利好消息，加上政府仲係停擺緊啦。咁啊，點睇個市嘅走向呢？其實我諗琴日都係一啲正常嘅調整啦，因為始終美股都即係過去嗰幾個禮拜啦，甚至過去嗰2-3個月啦，其實一路都係上升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叫做跌翻少少，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啦。咁亦都琴日個跌幅亦都唔多啦。你見到標普500方面咧，其實都係跌咗大約0.3左右。咁納指方面更加即係接近都冇乜太大嘅跌幅添。咁所以我諗即係都係一啲即係高位叫做一啲整固啦。咁暫時嚟講你頭先所講冇乜再進一步利好消息啦。咁但係倒翻轉頭亦都冇咩好特別嘅壞消息出現啦。咁市場嗰個樂觀情緒都仲係好高漲嘅。咁所以我諗即係琴日方面只係即係喺高位上面叫做一啲整固嘅一啲即係情況啦。不過始終即係累積咗咁多升幅啦，咁同埋就係始終一啲不明朗因素都係持續啦。咁所以高位咧，我諗即係對於即係聽眾嚟講都要小心啦。咁啊，始終即係美股雖然即係最近嗰個氣勢好旺盛啦，咁但係始終基本面方面，我始終覺得有一定嘅隱憂。咁例如話經濟數據有啲轉弱啦。咁雖然而家停擺就冇新嘅經濟數據再公布，咁但係之前公布嘅經濟數據其實都反映住美國經濟有啲轉弱嘅情況嘅。咁其次就係話始終即係人工智能方面嗰個即係樂觀嘅情緒係咪真係有足夠嘅收入盈利去支持咧？呢個始終都要時間印證啦。咁我始終覺得好多公司其實最終收入盈利嘅增長未必好似而家市場預期咁樂觀嘅。咁我諗呢個都係其中一啲不明朗或者隱憂需要關注嘅地方。咁啊睇到咧人工智能方面嘅浪潮之後咧，美國好多大型企業咧都爭相係加大呢一方面投資啦。咁亦都有啲擔心咧，就係科技股咧就會唔會有啲泡沫嘅情況出現？你自己睇呢個情況嘅機會而家係點呢？其實我諗好難界定嘅，因為我諗即係對於半導體嚟講，當然暫時嚟講就見到已經有收入盈利嘅貢獻啦。因為始終啲大型嘅美國科技公司去投資喺人工智能嘅時候咧，佢必須要起好多一啲即係人工智能相關嘅運算中心啦。咁所以佢要買好多嘅晶片啊，買好多相關嘅半導體啊。咁所以你見到例如話啲相關嘅啲晶片半導體公司，其實嗰個生意確實真係水漲船高嘅。咁例如話你見到英偉達方面生意係大幅上升啦，台積電咧咪做代工，亦都即係受惠而上升啦。咁例如話做一啲記憶體嘅，例如話你見到即係南韓方面即係 SK 海力士亦都即係受惠，亦都有上升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半導體啊、晶片嗰啲就相對嚟講真係如果同 AI 有關嘅，確實真係受惠得到嘅。咁但係一啲做即係人工智能應用嘅，咁我諗即係之前都一路強調啦。暫時佢哋個運算能力真係提升咗好多嘅，咁亦都喺個人工智能嗰個計算個技術上面即係有好多嘅一啲突破嘅。咁但係個問題就好多
呢啲公司佢未能夠將呢啲即係人工智能嘅運算真係變成一個即係真實嘅產品或者服務從而向消費者真係收到一個即係收入咯。咁變相喺呢啲即係人工智能應用嘅啲科技公司入邊咧，收入盈利嗰個工資暫時嚟講都仲係比較少嘅。咁例最簡單，你見到例如話微軟Alphabet 甚至 Meta 等等呢啲公司佢哋每年都投資咗幾百億甚至過千億喺個人工智能上邊。咁但係即係相關即係收翻嚟嘅收入盈利，暫時嚟講就唔係真係好明顯啦。咁當然市場而家唔係好介懷嘅，覺得佢哋未來2-3年最終係會收翻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咪收得到？係咪所有公司都做得到咧？其實呢個我諗就係最大嘅問號啦。咁當然而家市場好樂觀，市場覺得係可以嘅，咁所以就冇問題啦。股價繼續係炒上去啦。咁但係如果你話繼續公佈業績，可能未來2-3季甚至未來1-2年嘅業績都未見得到嘅時候，咁市場當然就會一定嘅質疑啦。咁但係而家基本上個業績未有嘛，咁所以大家都即係有你諗市場有市場諗，咁所以變相市場都仲係好樂觀嘅時候咧，暫時就唔係覺得一個好大嘅問題咯。睇翻美國通脹個問題係點咧？似乎市場都睇得比較反覆啲。年內其實係咪真係咧再減多2次息咧？係都有分歧咧而家。我諗2次就真係有分歧嘅，因為始終我諗通脹係一個最大嘅問題啦。咁而家我諗市場覺得就業市場方面美國就一定係轉入咗噶啦，咁所以表聯儲局係有需要去做一個減息啦。咁但係個大嘅問題就係始終個通脹係咪容許聯儲局不斷咁樣減息啦？咁始終通脹如果係飆升咗嘅時候咧，自然對於聯儲局嚟講咧，佢就會有個即係相對比較擔心，就係話如果繼續減息嘅時候咧，會令到個通脹咧會進一步有惡化，甚至係有一個大幅飆升嘅風險啦。咁所以我諗即係通脹確實係即係影響住聯儲局能唔能夠持續減息一個好主要嘅因素啦。咁而家美國政府停擺啦，咁所以就冇新嘅通脹數據公佈啦。咁但係如果你睇翻之前嗰幾個月嘅通脹嘅走勢嘅話咧，其實個通脹壓力係有少少升溫嘅。咁當然個升溫嘅幅度就唔係真係好明顯啦。咁但係始終即係喺個即係走勢上邊咧，其實佢有啲反覆上升嘅一啲情況。咁而背後嘅原因咧，都係因為即係關稅啦，令到個進口價格上升啦，從而令到呢個即係進口嘅成本增加咗嘅時候咧，慢慢傳到去一啲即係零售嘅價格上邊啦。咁所以我諗即係未來幾個月，甚至去到下年年初咧，美國通脹都係繼續有啲反覆上升嘅一啲情況㗎啦。咁唯一就係個升嘅幅度有幾多，係咪真係阻止或者令到即係聯儲局唔敢去減息咯？咁我諗暫時嚟講，12月份減息嘅機會都仲係好高嘅。咁但係12月份就我諗即係要小心啦，因為始終都要睇住通脹嗰個情況啦。咁至於下年我諗就都係一樣啦。如果通脹真係飆升嘅話咧，其實聯儲局隨時會停咗個減息嘅。咁所以我諗市場而家都比較樂觀，覺得會持續減息呢樣嘢咧，都要小心啦。呢樣嘢未必能夠100%真係最終可以成真。另外咧睇翻呢，即係聯邦儲備局咧就接班人呢，其實都好受市場去關注啦。咁其實而家講緊呢，主席候選人面試結束咗啦，點樣睇呢一個嘅影響呢？其實我諗對於聯儲局嚟講，當然市場最擔心就係特朗普安插越嚟越多自己人入去嘅時候咧，影響咗聯儲局嗰個即係獨立嘅運作啦，甚至成個貨幣政策方面咧，係咪繼續可以叫做係遵守住個大原則？就係即係繼續係向兩個方針走，就係話全民就業啦，同埋呢個即係物價穩定啦。咁當然市場最擔心就係特朗普太多壓力，令到聯儲局減多咗息，從而令到就係話係刺激咗個經濟啊。但係基本上就可能即係對個通脹嗰個即係控制就即係失去咗令到通脹成為一個即係持續比較大嘅一個問題啦。咁亦都即係影響住即係聯儲局嗰個權威性啦。咁就令到市場對嗰個通脹嘅前景咧，可能即係完全失去咗信心啦。咁我諗即係呢樣嘢係市場最關注嘅。咁當然暫時嚟講，市場覺得特朗普個影響都仲係未即係影響到聯儲局獨立性嘅。咁但係你越嚟越多即係無論係主席要換人又好，或者其他委員要換人都好啦。其實特朗普都會繼續安插一啲即係佢覺得佢會係支持佢減息嘅一啲即係方向嘅一啲人入去嘅時候咧，呢個就會市場會一定係擔心咯。咁我諗即係睇住事態發展啦。當然即係市場會知道就係特朗普一定係會繼續做呢樣嘢㗎啦。咁所以聯儲嗰個獨立性都會繼續係令到市場會感到有啲質疑咯。咁另外睇埋美匯啦，美匯指數咧就2個月以嚟嘅高位啦。咁歐元同埋日元都相對地比較弱嘅。咁而家法國同埋咧日本方面個政局上面呢，仍然都仲可能有啲變數喺度啦。你自己點睇美匯個對各主要貨幣嘅情況呢？
其實我諗美匯方面最近有個明顯嘅反彈啦，咁由個低位接近係96啦，而家上翻大約係即係99.5啦，挨近翻100嘅水平啦。咁我覺得正如你所講啦，當然即係全球唔同嘅一啲即係主要貨幣咧，其實有佢自己嘅問題啦，咁就令到即係佢哋當地嘅貨幣有啲轉弱，從而令到美金有一個反彈啦。咁但係我諗即係美元反彈大幅地再持續嘅機會就未必真係太多，因為始終今年嚟講咧，其實美金跌咧，其實主要嘅原因就係美元化啦。市場可能即係對特朗普嘅政策感到即係不安或者唔滿意啦，亦都對美國政府嘅債務嗰個持續性咧，亦都感到一啲不安啦。咁所以令到即係全球嘅一啲即係政府又好，全球嘅一啲私人投資者都好啦，其實都有個情況就會減少咗，即係太過集中喺美金嘅資產上邊。咁當然佢哋唔係話唔持有美元資產啦，咁但係個比例上咧，可能有一定嘅減少。咁呢方面對美金嚟講咧，都係一個持續走弱嘅一個即係結構性嘅因素嚟嘅。咁所以我諗即係即使你話美金反彈都好啦，呢個去美元化嘅情況冇改變嘅時候咧，美金你話要上翻之前嗰啲高位，例如話去翻110咧，我諗就冇乜太大可能噶啦。咁暫時嚟講，我諗即係100暫時都會有啲阻力嘅。咁因為始終即係之前都見得到，其實試過彈翻上100之後咧，其實又再跌翻落嚟嘅。咁所以我諗同之前嘅睇法冇乜改變啦。繼續預期都係96至100左右呢啲橫行區，即係就上上落落先啦。因為始終今年其實美金都跌咗10%㗎啦。咁有部分或者大部分一啲短期嘅負面因素其實都反映晒。咁所以即係由6月份到而家，其實你見到美金都開始一個橫行啦。咁個意思就係話要跌嘅都跌咗啦。咁暫時嚟講，佢又唔需要再跌多啲，但係又未必有好大嘅力度可以上升翻上去。咁另外咧睇埋油價啦，咁啊今朝早收咧油價咧就跌咗超過1%啦。咁啊睇到以色列政府咧就批准咗咧加沙咧就係停火咧首階段協議啦。咁哈馬斯仲話咧保證個戰事咧就會徹底結束啦。點樣睇個油個嚟緊個走勢咧？其實油價方面咧，如果中東局勢轉穩咧，其實就不利於油價嘅，因為之前中東局勢比較亂嘅時候咧，市場就會擔心中東嘅石油供應可能會受到影響啦，從而對個油價方面咧會俾一啲叫做風險溢價上去啦，咁所以令到油價方面咧就相對會比較高啲嘅。咁但係如果中東局勢轉翻穩定嘅，市場唔再擔心中東嘅石油供應會受到損害嘅時候咧，變相嘅油價就會繼續反映住更多一啲即係叫做全球經濟嘅狀況啦。咁而事實上，全球經濟個增長都仲係比較疲弱嘅時候咧，市場對石油個需求嗰個前景嘅睇法都係繼續係比較睇淡嘅。咁所以個油價方面，其實我諗反覆向下嘅機會係大啦。咁所以我諗即係之前講咗啦，會嘗試60蚊，甚至跌穿60蚊都唔出奇嘅。因為始終嗰個全球經濟唔好，石油嘅需求相對比較弱嘅時候，再加上今年呢，其實油組都轉咗嗰個策略啦，之前就大幅減產去刺激個油價啦。今年就已經係恢復翻個產量噶啦，因為佢希望想即係將嗰個市場佔有率重新係搶翻嚟。咁所以當嗰個油組嘅供應又再增加嘅時候咧，呢個都係成日對油價都係一個壓力啦。咁所以我諗油價方面暫時嚟講都係繼續係睇淡嘅。嗱，而家呢個政局咧就對嗰個即係地緣政治啦，對嗰個經濟嘅影響咧，大家都有點而麻木。咁但係咧話晒嘅，即係打咗2年嗰場即係以哈嘅戰爭咧，又似乎今次似樣啲嘅停火協議出咗，咁個和平又都好似實現到。咁嗱，我唔知啦，喺金融市場嚟講，初咧就有啲反應嘅。咁而家假如間呢場火真係熄咗啦，大家又可以靜翻一輪啦，咁會唔會市場都會有少少感覺咧？其實我諗，如果你話純粹股市咧，我諗個感覺就真係唔係太大嘅，因為無論係以巴又好啦，甚至俄烏都好啦。俄烏已經好長命㗎啦，嗰場仗已經唔覺得真係對全球嘅經濟有好大影響啦。咁即係我諗，即係以巴方面，我諗最主要市場會關心就係個石油供應會唔會受到損害啦。咁所以最主要直接影響住個油價多啲啦。咁當然油價如果真係大幅上升嘅時候，咁當然影響到經濟，亦都影響到股市啦。咁但係最終我哋冇見到油價真係有好明顯即係長時間大幅上升啦，咁所以變相即係你見到全球經濟啊，或者全球股市啊，就唔係真係好理會以巴個局勢啦。係。咁至於俄烏方面，其實都係同樣嘅，最主要影響都係個能源價格同埋一啲即係商品嘅價格啦。咁曾經試過油價大幅飆升嘅時候，個股市真係有啲影響嘅。咁但係呢1-2年其實個市場開始習慣咗啦，亦都能源個市場亦都穩定咗嘅時候，其實見到就算俄烏方面都冇對全球經濟或者股市有咩好明顯嘅影響。好啊，今日唔該晒梁偉文同我哋分析。好，唔該晒梁偉文同我哋分析先。